喂，大家好，歡迎一齊嚟食一食今日嘅國際花生。今日嘅花生真係夠晒多，由東歐打到去南亞，再返嚟澳洲，保證你食到停唔到口。首先講下烏克蘭局勢。喺6月29號凌晨，俄羅斯向烏克蘭發動咗開戰以嚟最大規模嘅空襲，一夜之間射咗成537件空中武器，包括477架無人機同埋有理。仲有60枚唔同型號嘅飛彈，真係誇張。烏克蘭中部、南部同埋西部都受到攻擊。烏克蘭空軍司令部話，今次俄羅斯嘅攻擊好唔尋常，目的係要癱瘓佢哋嘅防空系統。澤倫斯基總統就話，過去一個禮拜，俄軍已經射咗114枚飛彈啊，係超過1200架無人機啊。仲投咗超過1100枚航空炸彈啊，聽落都覺得恐怖啊！講開無人機，6月28號深夜，俄軍嘅無人機襲擊咗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薩，一架無人機擊中咗一棟住宅大樓，搞到一對夫婦死亡，仲有至少17人受傷，包括呢係3個小朋友。希望傷者可以早日康復啦。鏡頭一轉，去到中東。黎巴嫩媒體報道，以色列持續攻擊南部地區，造成幾個人喪命，但係具體死亡人數同埋事件細節就仲未清楚。希望真相可以盡快水落石出。講完戰火，我哋去睇下工業意外啦。喺印度南部泰倫加納邦一間叫做 Sigachi Industries 嘅化工廠，喺6月30號發生咗好勁嘅爆炸，至少39人死咗，34人受傷。爆炸發生喺工廠嘅反應爐區域，搞到好多建築物都受到嚴重損毀，差唔多變咗廢墟。救援人員仲喺度努力搜救，希望可以揾到生還者。當地政府同埋相關單位已經介入調查爆炸原因。唔同媒體報道嘅死亡人數有啲出入啊，但係最新消息普遍認為死亡人數已經增加到39人啦。化工廠安全真係要好好關注啊！講到天災人禍，真係一浪接一浪啦。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咧，近日受到炸彈氣旋襲擊，帶嚟強風同埋豪雨，部分地區嘅降雨量咧預計達到250毫米，風速可能高達每小時125公里。呢個極端天氣自6月30號開始影響東海岸，造成持續性大雨、破壞性強風同埋危險海況，逼住部分居民要緊急撤離。澳洲當局已經發出警告，提醒民眾做好防範措施，希望澳洲嘅朋友仔可以平安渡過難關。講完澳洲嘅風暴，我哋去睇下巴基斯坦嘅地震。巴基斯坦近日發生咗5.5級地震，好彩嘅係，根據目前嘅報告，未有任何人員傷亡嘅消息。今次地震未造成重大災害，當地政府持續監控情況，以防有後續影響。希望大家都平安無事。今日嘅國際花生就食到呢度啦。世界真係好大嘅，每日都有唔同嘅事情發生，有天災，有人禍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啲關心身邊嘅人和事，互相幫助，咁世界先會變得更加美好。記住 like 同 share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。